林德的竹塘路因为地势较低，当年拄着大雨地出现积水淹水。伫109年底完成第27道路下游段的涵箱以后，目前伫竹塘路甲竹安路周边的排水区域，佮争取营建署补助7300万，专停622公尺，要试做排水系统，预计9月中旬完工。一开始我们现在是委托营建署在代办那个特27号道路开辟的时候，我们在里面呢就将我们原本的是一个3米宽的一个后壁错排水然后我们改建成一个双孔箱涵。它改建后呢，最宽大概有9米宽到上游段大概是6米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双孔箱涵。那这个设施完成之后呢，当然我们接续的上游段，也就德塘路，现在目前我们在工地所看到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箱涵这未新建，所以我们又争取了营建署的经费有7300万元。那我们在去年的7月份有进行那个工程的开工。那我们已经先完成上游段在那个德塘路到民安路，在民安路口的那一段大概有430米的两侧，那总共是860米的一个侧沟箱涵侧沟。那这边也完成了那接续我们今天就在市场来看到，我们现在下游段的这一段这个总共是622米的一个箱涵，现在目前正在施工。其中委托的议员郭凤仪、杜素银甲陈鸿武等民代陪同嘛，前来关心，希望工程伫也未完工之前，加强应急的抽排设施，希望先通过5月后期的考验。在这一段时间，因为有横跨这个今年度的汛期，完工的时候已经9月20几号，那时候可能还在汛期中间，因此呢，我们特别要求水利局在汛期中间的那个应急工程能够做好落实。那该设置临时抽水机的时候设置，那这样减少在汛期期间造成民众淹水的一个不便。那我相信，如果等到工程完成，那将来排水断面下水道、雨水下水道做好，排水断面增加，那将来在下短延时强降雨的时候，能够有效的把这个水排出去。现在虽然是欠水的时节，水利局除了呼吁节省水资源，更需要面对短期的强降雨所产生可能的水患，将持续加强治水检讨加环境活化改造。今日新闻，阮是林盈光采访报道。